想要出去佚佗，都要先了解天气的变化。今年头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伫昨下晡形成往西面行，外界烦恼讲敢会形成风台影响台湾。气象局讲这无啥可能，目前伊的强度已经减弱，也会继续关心伊的动态。啊，若好天气，即马讲要结束啊，下晡这个愈寒愈晚的愈寒，周末的冷空气可能达到冷气团的顶级，使到雨会上大，温度会上低，就要等到后礼拜一才会变好天。 Sakura 伫咧树仔顶开花，互规则公园变甲真水，就亲像100度。真侪人摕手机啊翕在真水画面，毋过想要赏花，好天气刚剩一天，方面含淡薄季风变强，准备搁要变天咯。摆是愈暗地愈冷，北部日是高温20几度，毋过暗时啊得6到12度。中南部含东半部共款早暗温差大。东北风开始增强，所以要提醒的是，今天开始台湾附近各个海面的风浪会逐渐的加大。假期头2天受到冷气团跟华南云雨区的影响，各地天气湿冷，尤其北部、东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。冷甲湿个冷，冷空气唔耐落雨，温度卖降落来。上冷的时间伫咧拜6和礼拜日，爱等到后礼拜一过，雨才会变少，气温卖对咧回升。不过特别注意的是，个热带低气压。 伫咧南海海面上，有今年头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架起来，敢会正做风台为台湾架过来咧？到了今天清晨的时候，已经减弱为一般性的低气压了，而且它的中心已经即将要登陆中南半岛的陆地，未来也不会有发展哦，那对台湾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。热带性低气压未为台湾来，不过水气变济，可能影响台湾。春天变化济，天气讲变就变。迎接年假，出门回去故乡，或者是陪梦、雨满、雨伞、雨啊，拢会给你准备好势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